屋企做嘢都夾喺中間，俾埋條命你好冇？鬆啲啦。桑葚功效，好處有哪些？桑葚，英文 mulberry，也稱作桑葚、桑葚子、桑果等，是桑樹的成熟果實。根據研究顯示，桑葚種抗氧化活性不僅高居國內本土水果之首，還具有多種機能性成分，其主要功效為降低膽固醇。桑葚及其萃取物能減少三酸甘油酯、壞膽固醇水準，提升好膽固醇，並減低動脈粥樣硬化程度，穩定血糖。桑葚萃取物可抑制腸道中分解碳水化合物的酶，可能減緩餐後血糖，並藉由調節細胞對胰島素的敏感度來平衡血糖。抗氧化，提高免疫力，富含維生素 A、維生素 C、β 胡蘿蔔素，能維持人體免疫機能，是強力抗氧化劑分類化合物的良好來源。李婉萍營養師指出，種多酚類、類黃酮及種花青素這三類抗氧化物含量與果實成熟度成正比，因此建議選擇外表紫黑色的，甜度也較好。抗癌，桑葚富含多種抗癌利器，它是白藜蘆醇的良好來源，能夠抑制癌細胞生長，且沒有明顯副作用。國科會一項研究也發現，桑葚所含有的花青素可以預防及治療癌症轉移。補血，有益血管，中醫認為桑葚能補血，因其鐵含量高，可促進製造紅血球，增進血液循環，改善缺鐵性貧血。又富含抗氧化劑，能夠通過擴張血管來改善血管功能，助消化、解便秘，具水溶性膳食纖維，可刺激分泌腸液，有助腸胃蠕動，緩解便秘、腹脹和胃痙攣。桑葚含有油酸、脂肪酸、蘋果酸等，亦能夠健脾胃、助消化，有益肺部。桑葚能抑制流感病毒和肺炎鏈球菌，改善視力。桑葚含有的玉米黃素是類胡蘿蔔素之一，乃不可或缺的護眼直化素，能防止視網膜損傷，並去除可能導致黃斑部病變和白內障的自由基。滋潤頭髮，桑葚含鐵量高，讓營養更容易被頭髮吸收，幫助頭髮烏黑健康。中醫觀點認為，桑葚能補肝益腎、滋陰補血，可以預防白髮脫髮。皮膚抗老，桑葚萃取物能夠改善色素沉澱，使皮膚白嫩。白藜蘆醇能抗氧化，清除自由基，延緩肌膚衰老，減少肌膚水分流失。廣告